其实我之前呢，我现在是在原住民电视台主持电视的节目这样，然后，当然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很喜欢唱歌，然后唱歌对我们原住民来说，好像是很少人把它当做要出唱片这件事情哦，因为唱歌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小的环境当中，老人家就是生气的时候也要唱歌哈，难过的时候也要唱歌，骂人的时候还是用唱的，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爱用歌声表达的民族。那我在从我的阿美族的文化当中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很想用很多的故事来把它分享给大家，然后去见证我们的音乐当中的美好。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当初一直在想说，我要去可以跟很多唱片公司讲说，我要来发一张族语专辑，我觉得很酷。可是我一直遇到了很多困难，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的那个阿美语，就是你这个你要整张发阿美族语吗？你这个阿美族的话，就没有人听得懂。你们人数有多少人？我就说原住民人数有60万人。那阿美族人呢？那大概20万。那个唱片公司老板说，那20万人，那可以扣掉那个可以买专辑的人，大概有多少？那我就说，这样子哦，所以他就开始要叫我打退堂鼓。可是我认为说，如果我们今天用市场的取向来去看台湾的母语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太令人难过了。因为我觉得母语的价值，它已经超越了商业的市场，我觉得它已经超越了这些事情，而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语言呢，是来自于台湾这土地当中最真实的东西，对，它比什么都还要可贵。所以我觉得今天要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跟想法。我也觉得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那个唱片公司。我就说好，没关系，我还是要出。那还有另外一个唱片公司说，阿洛，我觉得你很棒。长得也不错，可以出唱歌也不错，但是你的全部的歌可不可以一半用中文，一半用母语这样？那我就说，我还是不要，我还是要用母语唱，因为我只是很想要见证一件事情是说，即便我们大家听不懂阿美语，但是我们相信那个，当我用心的去表达我的生命，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一定可以感受到，我要传达的东西。但我也相信，台湾未来会兴起一股吼海洋、引吼洋的风潮，可以吗？可以，好，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太懂阿美语，我为了贴心的让所有的非原住民的朋友可以马上的进入原住民的生活，而且很快速，在今天你们就可以带回家一首歌。于是我就创作了一首非常大家今天一定马上就可以学好的一首母语歌，好吗？对，然后从此以后，你们在阿美族部落有没有马上就可以找到好朋友？好，这首歌呢叫做《哦哦歌》，这首歌是我很想写给我们很多的原住民的孩子，可能出生到长大就开始在唱那个哥哥爸爸真伟大，妹妹背着洋娃娃，可是却没有什么歌代表我们自己的儿歌，而且我们都可以唱，朗朗上口。甚至有很多非原住民朋友，他们马上听了就会的，所以我就做了这首歌。这首歌它其实是有点像摇篮歌，然后就哄小朋友睡觉的歌曲。同时，我也觉得未来如果唱得好的话，我要跟那个丽音坊合作。好，这首歌叫《哦哦歌》，你们先听一遍哦。今天我呢会带来那种原住民界最流行的 LED 教学，教大家怎么样学唱这首歌。你们很认真哦。这首歌叫《哦哦歌》先听一遍。你们也是可以给我掌声一下吗？好，太好了，谢谢大家。这首歌的创作是希望说，不管你是在哪里听到这首歌都可以安慰你，它有一点点安抚你的心灵跟灵魂的歌曲。oh
，LED 开始喽，来，哦哦哦哦，换你们，啊，对，很好，哦哦哦哦，来大声，哇，好棒哦，哎，嘴巴张开哦，哦哦哦哦，还呀，对，后面的张开，哦哦哦哦，你们。哇，太好了！哎，不会很难，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嗨呀，再一个，嗨呀，来，一耶，一耶，还什么？嗨呀，再一个，再一个，嗨呀，来一耶，一耶，一耶，你们。不要放弃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也不要听旁边的人走没有走音，有没有？不管他们，就唱自己的哦，哈。因为我们知道哦，当我们领唱者在台上唱的时候，答唱者是给他力量，所以你们会有一个呼应的口气。这是在阿美族里面、部落里面唱歌最重要的逻辑。我们有一个分享的方式。好，小朋友要赶快学哦。这个是由于我们部落里面比较廉价的 LED 教学哈，来，哦哦哦哦，对，大声一点，哦哦哦哦，你们，哎呀，怎么那么好听？让我们祖先好开心哦，哦哦哦哦。是不是很适合哈？哦哦哦哦，好，再来哦，嗨呀，你们，嗨呀，一言一言，一言再一言，然后呢？对，怎么那么会？再来哦，嗨呀。分 A、B 两区哦 ，A 区，哦哦哦 ，B， 哎呀，怎么那么聪明的观众，这么厉害？来，你们就是 A 区的哈 ，B 区的，哎呀，怎么那么棒？有没有看过这种演唱会？有没有？来。西区的你们，换你们，嗨呀，再一个，嗨呀，好 ，B 区 ，A， 哎呀，好棒哦，B， 嗨呀，好 A 区。要哭了，太好听了！最后，哦哦哦哦，啦啦，哦哦哦哦，你们，啦啦啦啦啦啦，哦哦哦，我们，啦啦啦啦啦啦，哦哦。哎呀，给自己一个温暖又鼓励的掌声。谢谢我们 LED 小姐。好，有没有会了吗？好，现在呢，阿洛为了要证明台中开始兴起哦嗨呀这首歌，我来点一位观众朋友上来唱哈，那我要赠送一个小礼物给他。哎，有小朋友会了吗？躲起来有没有？啊，可以吗？不行哦。好，那我来点谁？我看一下哈。谁哈？好，这位先生好了。对，因为你由于刚才神情透露出你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样子。
太好了，我们相信哦，你知道，当我们可以唱阿美族的歌的时候，在我们部落里面是要蒙受祝福的哦。除了小米酒3杯之外，哦，我们还会有送那种你知道吃的东西，所以啊，对，好，来，这位先生是台中的朋友吗？对。啊，真的哈，有听过原住民的歌吗？有。谁？张惠妹啊。张惠妹哦，但是她是唱国语的哦，她唱国语的。但是你今天是学的阿美族的，哎，比较出道比较久的，比较出道1000年的那个祖先留下来的歌曲，来哦歌可以吗？可以。好了，预备哦哈，给他掌声一下。哦对，你要看 LED 一下哈，好，我们 LED 现场再次派出哈，来预备哦哈，3、2。哎呀，哎呀，怎么那么会？哎呀，哎呀，好，你们救他一下，后面好来，哎呀，是不是海洋呢？来一眼，海洋，再一个哦，海洋，你们救他一下了啊！我们海洋，掌声鼓励。好，待会阿洛会拿小礼物赠送给你，谢谢这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谢谢。对，是不是很棒？你们一定会带回去，对不对？就是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出现的哈，以后回到，而且你们替哄小朋友睡觉，觉得自己有很难过的时候，唱这首歌会给你自己很大的安慰。这首歌叫《哦哦歌》哈，希望大家很喜欢。接下来呢，要来唱这首歌是，好，这首歌呢是因为我是来自于花莲的阿美族，花莲呢有非常非常美丽的山跟海，那我的部落呢比较靠近那很漂亮的台11线上的那个太平洋的海，然后呢。我有一天回到花莲，然后我觉得哇，看到海我就觉得心旷神怡，这样非常舒服。那我就走到那个有一段路，我就发现，我就远远的看到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其实一个部落的老人家看着海，他就看着远方的海这样。那我就想说，老人家看着海在部落还蛮常见的，也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就顺着那个老人家看海的方向看过去对面。然后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那个老人家一辈子在部落里面看着海，然后每天呢应该是常常去捕鱼啊、下海啊，甚至坐船啊，甚至小时候都在海边嬉戏。可是然后而且我们还有阿美族还有海祭，海的祭典就是我们要感谢海，就谢谢你给我们龙虾啊。海胆啊，就谢谢大海，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个海的祭典。可是因为那个老人家顺着眼睛看过去的方向，正在盖一个很大间的饭店民宿，然后盖到一半这样子，然后旁边还有打一个看板，讲说即日起什么不久之后准备要开工海景房，有没有特价6000？有没有？里面我们看到海景的海景房，然后那个看山景的就是2800起跳这样子。那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很难，我才知道阿公的眼神看过去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失落，因为他的家就是面对那个海边，可是那个财团就把那个民宿盖在那个直接挡住海了，然后。我们老人家就这样往那个方向看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在想说怎么办？他的那个海祭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跟海讲话呢？那他怎么样去海边去捡那个石头？是怎么样走？因为要去的时候还要经过那个饭店，有没有？而且要进去要海景6000块起跳，有没有？2800起跳，所以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忧心的事情。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是。
就开始有很多的联想，只是因为那个阿公就看过去的那个眼神，我也没有去问阿公，但我就这样看了很久，那也看了很久，然后风吹过，然后海的声音拍打，但是我知道我们要不久之后，我就再也见不到那一片蔚蓝，所以突然间心中有一种很大的惆怅，也不确定这个海以后我们是不是还看得到。我心里就在想说，我就试想那个老人家的心情，他一定很想念海。如果他之后他再也看不到海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很大的失落？他在打开门的时候，他望见那个海的时候，他不再这么的清醒。我有一种失落啦，不管是不是母语的失落、语言的文化的失去，甚至我们的环境的破坏、土地的失去，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感受一下，台湾有非常多美好的地方，有很珍贵的东西，它可能不在我们平常不注意它，但是它却悄悄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孕育给我们那么多美好，我们都要好好去珍惜。那这首歌叫做《我不知道我是想念海，还是想念你》。Maaraw tukiswanan Nanay mapakmak kunikakufang sa kungangay so Nani marahakar tumita iti ifura-furakan mai sui kafkian kubi anturia aman I farujual luman itini awai tuku agundar sembah itinya rumah fangsaku cihaganan afura-furagan Nahani mansangkista Bangkui farujual lemah isu
Kiswanago Furaria Tanika ko Minang ng Gisu Kavugian Gobi Harateng Turia Atau Kiswanan ayan tani kaku amin nangi kisuan kafugianku bihara tenturia atau kisuan saat kui harus remah isu saat aku faruan ayan ini kaku ami tenangi kisuan kafugianku bihara tenturia hatu ikisuan谢谢。